先开始来关心第巴黎举办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大会，第昨天正式宣布讲，咱台湾即马已经列入低济的非疫区国家，认证咱台湾无非洲低济、无口蹄疫嘛无传统低济，咱台湾即马是亚洲唯一无三大低济的国家。民国59年，防疫人员伫家己的饲猪场加猪注预防车，是为了要防止猪瘟。也就是讲，咱国内用疫苗防疫猪瘟已经55档。目前猪只除了可供应国内市场的需要，还可以外销，为国家赚取很多的外汇。不过防疫的这条路是正长，上尾也变的是民国94年发生伫咧中华，尾也就无搁再确诊。110年全面启动检测，112年7月都全部拢无搁注疫苗。继当年搁再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AH 提出非疫国家申请，经过1年多，20伫巴黎的 WOAH 大会摕到非疫国修正。我们做到了忌口蹄疫扑灭、非洲猪瘟守住。我们今天获得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颁发给我们传统猪瘟清净的证书。台湾成做亚洲唯一无三大猪病的国家，农业部讲这是三关合作的成果。我们秉持提供国人优质健康的猪肉，未来一定让世界看得见台湾。不过防检署也讲，伫以前日本也败败伫咧猪瘟非疫国家，不过2018年病毒国开始传无控制掉，而被除名。所以咱来继续杜比疫苗来应用，万一病毒国开始传，才有法度防止大流行。WOH 也给了2年的时间做观察，那两年期间，如果说清楚，其实它还是可以认定。养猪协会讲，国内检测野猪、山猪拢无发现病毒，所以要收掉这个得来无容易的成果。除了猪农继续做好自我防护，也希望政府维持伫咧边境把关的强度，莫互境外病毒有入侵的机会。咱来收掉亚洲第一加唯一的成绩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